今年對9月開始，淡市嘛要實施營養午餐全面免費，學生每一頓補助是56塊。議員林冠偉除了感謝市長61-2023年的專業補助提案，在總日順進一步為家長所煩惱的撇面食材救水，提升飯菜品質來把關。家長其實蠻開心，我們贊成我們這次我們全額補助我們的各國中小，但是有些議題家長在反映呢，就是說，第一，我們的補助免費了以後，我們菜色會不會縮水了哈？那品質會不會大打折扣了哈？那我想照顧孩子、減輕家長的負擔是必須的，那吃的營養、吃的安全、吃的有品質是非常重要的。台南市在午餐的部分很特別，我們大概有94%就自辦午餐，那自辦午餐包括它廚房的設備什麼等等，其實都是政府供給。那原來跟家長收費那個區塊呢，其實有高有低，有的才收700多塊，有已經到900塊。那我們的補助的定額呢，就是說把原來家長繳的那個費用，我們取到一個中間數。營養午餐我們自己煮，自己聘廚工、廚師阿姨，然後自己用自己的設備，這樣讓成本最低，而且營養兼顧得到。但你如果去外面叫合餐啊，叫便當，那就比較營養，或者是又貴又不營養。所以說這個是同樣的道理。因此這個部分，有人如果媒體啦，或是有人刻意說，哎，我們台南的營養午餐每餐56塊，你要台北要70塊、80塊，坦白講，那個是不公平的比較，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外面叫的，要人家賺一手。營養又看不到，又不知道是怎麼做出來的。台南營養午餐以94%中央督辦化的公辦優勢，加上專業營養師的進駐，就是要提升品質，為食品安全把關，有了真好的基礎。不過議員也是強調，建立滿意度調查機制，優先採用在地農產，以及加強招標、公開透明的檢驗等做法來照顧學生，包括學生愛食，家長放心。台南新聞阮籍張碩維採訪報道。